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我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比咱看到讲社会上有真济巴肚边两粒啊、卖粒啊，少年的时阵拍拼，食到年纪老迈啊，两三个后生组囝咧分家伙，分甲两的这足济。分家伙。古早老爸咧讲台语三字的语词，头一字本是动词，家伙就是财产。分家伙有人简单讲叫做分家，对啦。老爸甲囝叫过来讲，老爸已经有货啊，咱有土地，包含讲有田园，阁有厝体。你看是毋是？恁爱小考虑一下，大兄得田园，还是第二个要得厝体？大家小考虑一下。结果讲来到这尔，大兄当面甲小弟定告，讲小弟啊。老爸拢我咧做伴，老母拢我咧顾，难道你拢甲放空赢，出去花天酒地、风花雪月？讲到即句放空赢，我那台语语词头一字动词三字的放空赢，咱讲孔明显空城计，恁兜不是拢无人，你拢出去外口拍走，安尼就叫做放空赢咧。大哥甲第二个定告甲小弟仔念，讲你无家庭责任，凭什么要甲人分家伙呢？小弟鼻仔摸咧，唔敢甲应，结果过顿工，私底下去甲老爸压灶板。啥做压灶板？咱甲想啦，这原来对戏文内底来，灶板压起来就是要讲客灶奉上。这个灶板压掉的压嘛是动词，台语三字的语词，暗中要讲讲歹话，就是压灶板。所以第二个去甲老爸讲，兄哥吼咧喊出人的笑，毋是讲我放空赢，是我毋敢转来，因为伊啊，你交代的代志无照去工做，而且所有出人的钱拢地对落地啊落去。结果这个话讲落尔，老爸说愈来愈烦恼，愈来愈感慨。到过无几工，所有这兄弟、这后生族囝拢调集过来，讲恁拢无在头当。啥做在头当？在嘛是动词，台语三字的语词。在头当就是在轻当。老爸甲这囝儿是说讲咱较早怎样伫咧艰苦，今仔日赚淡薄啊，头拄啊，国政啊伫咧讲有厝体有田园，包含阁有真济土地，结果啊，恁安尼去食分有人乖啊花，你叫老爸，真正讲到100岁年老顺免哪会瞑目？国政咧讲，这是社会普遍的真理，是社会史上看会到的情景。不过我毋是要囥势，我要招你研究台语三字的语词是在艺术搁趣味。